來看2026台灣米其林指南今仔日公布啊，這屆評選的範圍呢有北、中、南7個城市，其中義宮這間餐廳已經是連續9年摕到3粒星。若講到這台南的舞蹈呢，唔但摕到6星、1粒星，還佫這年度開業大獎。另外，新竹縣的這個蘇錫安也摕到1粒星，還佫有少年大總鋪的大獎。新竹不是美食沙漠。歡喜甲佇台頂大會29歲少年組普賽柯老安是新竹人，這擺毋但第一擺互新竹縣誕生第一間1星的餐廳，佫得到少年組普賽大獎。伊講出來是做台式日本料理，高中畢業了後去日本進修，未來希望要佫回新竹摕2星、3星。網絡上一直被說新竹沒有好吃的東西，就我一直聽得很憤恨不平。就今天替新竹在第1顆星，就很開心。同款是2016年台灣米其林指南烏馬，也佫有台南的餐廳舞蹈，毋但為台南第一擺破兩，成功摕1星甲6星，也佫米其林為鼓勵過去12個月內成功開設，佫有創意概念料理風格年度開業大獎。雖然今年舞蹈爆發成食安事件，毋過總鋪師楊品惠依然得到人氣，甲米其林的學路。不管是變動也好，從台東回到台南也好，我覺得都是給你一個新的挑戰，讓你知道如何改進。心中日常的美食之外，就是也有一些受到國際肯定的滋味跟味道。第9屆台灣米其林指南有434間店頭，比去年419間成長真濟。今年有61間餐廳得到1星、2星，或者是3星肯定。今年3星餐廳依然是泰瑞、JL Studio 甲義宮，義宮是連續9年攏摕3星。另外，過去被公認的為主是薑花軒，這擺也總算抱回1星的評鑑。採購啊，不管是同仁啊，我們自己都要每一天來驗貨啊，多一點來嘗試，把這個講座當作是我們的一個鞭策。一年一擺米其林指南，毋但校總鋪師願望聽青，也是真濟人去找找美食的指標。對於國內最近爆出上游問題，國家業者的發聲，會更加細緻挑選安全無問題的油。記者綜合報道。